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基本要教大家做运动，大家要听我做哦。开始的时候，从呢哈坐好，椅子要坐一半，好，等这个椅子要靠背的，好，背也可以靠着，好，如果不小心，姿势坐姿，好，坐不稳，好，还可以靠着椅子，好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哦。第一个运动呢，就是节奏，好，节奏的一个肩活律动，太嘎数加矮，咒术，这边的手叫左手咒术，好，这边的手叫真数，右手哈数加矮，好，左手加矮哦，一、二上去，三、四、过去，六下去，就一上去，三、四、六，做点吧，1、3、2中3下，好，左手要1上去，中间下去3中下，左手哦，真数加矮，右手数加矮哦，1、2要下去哦，3、4要上去，5、6要传出去，好，1下，2、3中。还记得做数用慢走嘛？好，1要上去荡高，好，3哪里？这里中间，5呢要下来哦，记得3中下，真数用慢走，1下3中，等下用慢走，用杂数要加矮走哦，2只手要借我做哦。好，老师的讲的话都是左手。动左手，右手要一起来哦，要空下来哦，做对不？做对啦，可是哦，数加矮，1、3、2、3中，真数要卡起来哦，5、6呢下去，右手在哪？在你的中间哦，就1上，2中，3下。没有同边啦，没有同边哦，好，都是要分开，试试看好不好？可以的啦，都对啦，来，可是哦，1、2上去，3、4、5、6，再试试看咯，好，1上就要下，2中，哦，都是左手的口令哦，左手说的话，5、6，好，我们搭配拍子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、3、4，走对哈，6、3、2、3、4、6，做会清楚啊，4、2、3、4、6。做对了哦，做对清楚哦，慢慢开始啊，好，就是节奏，这个肩活哦，这个肩膀给大家做一些伸展，左右脑哈，左右脑的训练呐，好，可以踢展。第一个运动好，我们要做第二个就是左右哈，可以开弓，好，这个做动左右哈，要换第二个咯，好，一样坐姿要做好，好，运动时记得要呼吸哦，调息，慢慢做，好，等下哈。1真腳打開來，做數要送出去；2要數中來；3做腳打開來；4真數傳出去。做點哈，慢慢來哦，就4個拍子啊！啊，1真腳做數，數中來；2、3做腳打開來，真數要怎麼解？傳出去；4要數中來哦。好，開始咯，慢慢來，慢慢來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等好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。6、7，加油哦！再做嗰個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好，大家做位同学吼，等下数的加眼哦，数字，真叫从出去做数的做嘛该要比一，数中来，换左脚做叫，传出去要比几？要比2哦，2要推出去，再收回来，好，比3，收回来，好，不同手不同脚哦，都对吗？都对啦，7，好，6、7是这样比哦，7，好，数中来，8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做，啊，等一下做4个8拍哦，好，加上脚的动作，手会挺疼哦，哦。都对啦，都对哈，可是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，加油啊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7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哦，各位亲好哦，这个是第2个运动哈，第2个也是训练我们的大脑跟肢体啊下盘的一些肌力运动，好运动，好，第3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跬哈舒斯离通，好开合的一个律动啊，搞太家做用帮助，凑合，就打开了，数中了，手打开，脚要合起来。好，手合起来，这个脚不是拖地板哦，要卡起了。好，训练我们训练啊，这股四头肌。好，数打开了，数中了，数中了，给我打开了，做对吗？我们试试看，做到10看看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清河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得好。可是哦，等下要做几次？做4个8拍，大家听下讲法哦，要讲出来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哦。可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3、2、3、4，慢慢走。6、7、8、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做对吗？各位请好，等下手要加眼哦，数打开了，手要加上数字哦。数字加上脚要律动，手打开，笔记1啊1，有来数中的，好，2要打勾了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手打开了以后，这个数字条，这手只要用力撑直哦，这个末梢，我们是末梢这个肌肉哈都比较。差一点点，要用力打撑直啊，不是软软的这样比1哦，好，再试一次哦，好，数加眼哦，1、2、3 ，OK， 3就是 OK， 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是9什么比？9呢，4只数字条要放下来哦，4只数字条哦，小拇指。不是大拇指比4呢，是比小妞妞比这个9，好9、10，都得哈。好，大家也不会这个运动哦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教的是什么？节奏律动哈。第一个，好，数加眼，做数，真数加眼哦，做数，真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1左数哦，老师的口令都是左手哦，上去，2，中间，下去呢，左手下去呢，右手呢，中间了哈，1、3、2中3下，
好，做为亲好复习哦。好，第二个，好，左右开弓啊，好，手通左右开弓的这个运动，好，右脚推出去，伸左手，好，输中了，左脚真数，记得吧？手出去，好，传出去，输中了，好，就推出去，收回来，推出去，收回来，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招运动是慢走，想一下，有想到无？哦，有啊，做轻好轻好，好，这可以哈，叫大口的，数位数中了，好，给我数中了，数大口了，好，就开合，好，可以哈，记得不是说要同手同脚哦，哦，同手同脚就也很好啦，但是有动就好。啊，老师希望你能够跟我做标准一点，又大口的，数位数中了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好了，等下要来筋啦，好，大家做好，好，最后我们拉筋一下，这个腿要有运动就要拉筋伸展一下，好，来筋，真脚蠢车，真脚蠢车，好，蠢车，好，蠢车，脚趾条要数中了，好，有个打车，好，腰打直。有过往下去吐气，嘴巴吐气，我们会从这个臀部酸到脚跟，做对吗？做对好，数中了。好，我们左脚，啊，你的左脚哦，啊，脚尖内勾，身体长高，腰往前推，吐气，拇足空听一下，嘴巴吐气，慢慢吐，吐到没气了，有过数中了，好，有数中了。并不用教大家做运动啊，大家做的轻好，大家等下要洗水下困一下。大家听树性上做运动，做轻活养生操。树等下要加爱哦，做数也记住要做数哦。两片真数哦，数会加爱哦，好，走数加爱。第一个运动叫左右脑法思考，左手加爱，左手1，好，7加，2，数会不用下来，3，要勾起，4，要数中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大脑训练，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，做得好，做数2、3、4，真数加爱哦，数要加爱哦，2、3、4，7加，勾起，下来，回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做数还记得无？做数要慢做，好，7加，下来，勾起，中来，真数呢？自己啊，好，勾起，下来，中来，等下用杂数强下来哦，好，加油哦，加油，好，数加爱。2，慢慢来哈，3、4，都得哈，7加，下去过来，好，打叉叉，3就是打叉叉，用一下，好，这个都有逻辑的哦，动一下脑。4要勾起到你的哪里？你自己的右边，都是右边哦。好，2、3、4、2，加快喽，3、4、2、3、4，慢慢来了，慢慢走，想一下，7加，好，然后怎么走？绕过来，好，叉叉，中了，好，回到这里了，就1、2、3、4，后来，好，今天教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脑的训练啊，训练，懂好哦，好，大家
有时间要听俺做，跟我做。好，第二个运动有喵腿啦，好，羊猫推推操，数加矮哦，好，数加矮，先手的开始。我们羊怎么比？羊就比1就好，羊妹妹的羊有喵猫哈，我们要练爪力，好，末梢循环很重要，这个爪要用力爪，这是第二个爪。腿啊，就推就是右手真数手除一，这是3，吸4换左手推，好，羊很可爱吧？猫用力抓爪子，腿有喵哎，腿就是羊猫推，我们等一下换脚喽，要换脚喽，手叉腰，好，大家腳要加矮哦，好，真腳大口的，左腳大口的，好，輸重來，好，1打開，很好，2左腳打開，3怎麼做？輸重來，真腳輸重來，4呢吸，左腳輸重來就開，好。好，開合好，開合，開，這腿要抬高啊，練肌力。合要抬一下，好，抬高一點，好，開合，好，輕微做，對哈，想一下，手怎麼做？羊有羊哈，很可愛。貓呢？貓咪的貓，推，好，羊。貓推，腳呢？開合，一起來哦，手跟腳一起來哦，都對啦，可以的啦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好，羊貓推，真數손出去，吸，左手推出去，羊貓推，打開，推出去。好，羊貓推，用喵的腿用喵腿用喵的腿，加快了，羊猫推用喵的腿，再一次用喵的腿，啊，大家做的挺好哦，赞，懂吼。第3个。今天要教的第3个是牛力，好，这个协调，好，律动，好，律通牛，好，羊是比这样子，牛呢就是要比2，牛力就是要扩胸，好，把这个胸口扩开，好，这个横膈膜胸腔扩开，打开，好，推，胸一样的动作，推，牛比2哦，力扩胸，推，牛力。推，好，脚怎麼做？右慢走，好，開合，開合，做對嗎？好，可以啊，開合，加上手的動作呢，牛力推，牛力推，好，手跟腳一起來哦，牛力推。右腳左腳，數重來，好，牛力推，好，牛力推，加油啊！牛力推，做對嗎？牛力推，牛力推，牛力推，哦，懂吼，做得很好哦。我們複習一下，好。第1個運動怎麼做？左右腦的活化，左手加矮，還記得嗎？好，左手加矮哦，一加下來，撞來，撞一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真數用完之後，一加高一，下來，撲腳，好，再來呢，到它的旁邊，一起來咯，1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、2、3、
吸，你3，再一次哦，你3，吸，好，周围懂好哦。第二个，好，怎么做？想一下，用喵的腿，好，用不是2哦，是1哦，好，用喵的腿，好，一起来哦，加上脚哦，用打过来，喵的腿，用喵的腿，用喵的腿，用喵的腿，羊猫推，记得要呼吸啊，要呼吸哦，吐气哦，不能憋气哦，腿羊猫推，很好，懂后。第三个啊、是什么？牛是比2哦，2，好，力，好，扩胸，好，腿，牛，力，推，脚呢一样开，打开来，开啦，数重了，数将来，牛，打开，力，推，可以是哦，牛，力，腿，扭，力，腿，扭，力，腿，加油哦！慢慢做，向下来哦，腿，扭，力，腿，扭，力，腿，再3次哦，扭，力，腿，扭，力，啊，扩胸，打开，推，好，扭，力，推，好，今天教3个这个大脑的运动，运通，好，做后等下会来拉筋一下，好，拉筋怎么拉筋？好，椅子坐一半，凳子从一半，好，屁股往前坐一点，好，往前坐一点，好，针灸会打准侧，好，伸直，好，记得要打直哦，好，打直，如果去跳哈，膝盖会酸哈，可以弯没关系，膝盖不会酸，很好，没事，那你就伸直一点，好，这个右肢跳，脚趾头要内勾，要纠正的，好，做得好，好，叉腰，好，长高，我们要长高，啊，腰骨往下来，吐气，好，背要打直哦，好，要准侧，好，吐气，吐到没气了，好，右肢跳，手指往下推出去，腰往后，吸气，再做一次哦，做懂后哦，脚尖内勾。长高，腰部往下来，吐气，嘴巴吐。好，这边好酸哦，拉来筋哦，来口来，懂好哦，好，绷脚，做个左脚借给我，左脚伸直，好，不重了，好，长高，好，腰往前推，吐气，松弛，很好，哪里会酸？这里好酸哦，超酸的。把这个筋拉开，都对吗？慢慢吐气，好，再收回来，吸气，再一次，好，椅子坐好，坐一半，凳子抽一半，好，右肢跳，脚趾头要收回来，勾起来之后，这边就拉开，好，这个筋会给拉紧，你在肚子往前推，往下压的时候推出去，好，这里会酸到，从这个臀部酸到我们这个脚跟。会酸就好咯，也不要太大力。好，嘴巴吐气，慢慢吐。好，动后。好，脚收回来。好，太嘎给注意周围轻后。回家，垫好，在家里了。好，在家里，不管是在家里也好，还是回家下班以后来练习这个轻活养生操，大家可以困一下。